大家好，我是林医师。最近台湾正值台风季，您是不是也跟很多家庭一样，提前准备了各种罐头、泡面和钱粮呢？台风天难出门，甚至可能停电，这些食物的确能派上用场，但对我们年纪稍长的朋友来说，这些方便的选择其实也藏着不少健康风险。我常常在门诊听到长辈说，医师，台风天只能吃罐头跟泡面，难道真的会伤身体吗？答案是，方便食品在短期内确实能解决问题，但如果吃得太多、吃得太久，就可能让血压飙高、血糖不稳，还容易引发胃肠不适。特别是对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的朋友，更要特别小心。根据台湾国民健康署的资料，65岁以上的长辈高血压盛行率超过60%。当饮食里钠含量太高，血压就会悄悄上升，增加中风与心脏病的风险。而台风天常吃的罐头泡面，正好是高钠代表，所以如何聪明的挑选和搭配，成了保护健康的关键。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今天的影片我会跟您分享台风天要如何聪明选择罐头、泡面与钱粮，才能既方便又不伤身体。同时我也会告诉您有哪些温热饮品能帮助身体保持温暖，减少受凉感冒的机会。这些小方法其实在家里都能做到，请您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会在影片的结尾送给您一个非常简单的小秘诀，让您在台风天里也能喝得安心，吃得健康。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也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，如果觉得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若觉得没有帮助，请输入0。那么台风天到底为什么会让长辈的健康特别脆弱？接下来我就先带您了解台风与健康之间的关联。每到台风天，大家都会赶紧到超市采买罐头、泡面、钱粮，因为一旦下大雨或停电，新鲜食材就很难保存。对一般年轻人来说，吃几天方便食品也许不会有太大问题，但对年纪较长的朋友却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挑战。第一，血压与心脏。台风天气压变化快，加上容易紧张焦虑，血压本来就会波动。如果再加上高钠饮食，例如泡面或罐头，血压就可能飙升，增加中风与心脏病的风险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在台风过后需要到医院就诊的原因之一。第二，肾脏负担。年纪大了，肾脏的代谢能力下降，如果在几天里大量摄取高钠食物，肾脏就必须更努力工作，容易造成水肿或肾功能恶化。对原本就有慢性肾脏病的朋友，更要特别小心。第三，呼吸道与免疫力。台风天湿气重，气温下降，容易受凉。很多长辈在这个时候出现咳嗽、流鼻水，甚至感冒发烧。特别是身体虚弱或有慢性病的人，一旦感冒，恢复速度也比较慢。我曾经遇过一位阿妈，因为台风连续2天都吃泡面、罐头，结果血压升到180，还因为受凉发烧，被家人紧急送到急诊。她惊讶地说，只是吃方便一点，怎么会这么严重？其实问题就在于，台风不只是天气的挑战，更是对身体的考验。那么既然台风天难免要吃方便食品，我们该怎么挑选才能既方便又不让身体受伤呢？接下来我要先和您聊聊最常见的罐头食品，它的优点与风险。台风天家里最常准备的食物之一，就是各式各样的罐头，打开就能吃，或稍微加热一下就上桌，非常方便。对长辈来说，这的确能在紧急时候解决温饱问题。先说罐头的优点，鱼罐头、肉罐头能提供蛋白质和热量，
在台风天没有新鲜肉类的情况下，是很实用的备品。像沙丁鱼罐头就含有 Omega-3 脂肪酸，对心脏和大脑其实也有帮助。但是罐头的风险也不容忽视，大部分的罐头为了保存，钠含量都偏高，一小罐肉酱或午餐肉，钠含量往往超过一天建议量的一半。对有高血压或肾脏病的长辈来说，这样的负担非常沉重，再加上有些罐头油脂多、热量高，长期吃会让血脂、体重跟着上升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其实有几个小技巧。第一，选择标示低钠或减盐的罐头。第二，在烹煮前先用热水稍微冲洗，能去掉部分盐分。第三，搭配青菜、豆腐一起煮汤，让营养更均衡，也能稀释盐分，这样吃就能保留方便的同时，减少对身体的伤害。我认识一位阿伯，以前台风天总是一餐吃一整罐午餐肉，后来因为血压升高，被医师提醒，现在他会把午餐肉切一半，加上青菜和豆腐一起煮汤。他说，一样方便，但没那么咸，也比较安心。这就是聪明搭配的好例子。不知道您家里最常准备哪一种罐头呢？是鱼罐头、肉罐头，还是蔬菜罐头？欢迎您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，也让其他朋友知道怎么准备更实用。接下来我要和您聊聊另一个台风天的主角——泡面与速食包，该怎么聪明选择呢？除了罐头之外，台风天很多家庭一定会准备的就是泡面和速食包，因为只要加热水或简单加热，就能快速解决一餐，方便又省事。特别是在停电或大雨天不能出门的时候，泡面确实派上了大用场。先说它的优点，泡面能提供淀粉和热量，短时间内让人有饱足感，也不需要冰箱保存。速食咖喱包、卤牛肉包也能提供蛋白质和风味，让餐桌多一点变化。对于台风天的应急，这些食物的确很实用。不过问题也很明显，第一，高钠一碗泡面的钠含量常常超过一天建议量的一半，如果再把汤喝光，盐分摄取更是吓人。第二，高油，许多泡面面体是油炸的，长期吃下来容易让血脂升高，增加心血管负担。第三，缺乏纤维与维生素，吃下去虽然饱，但营养并不均衡。那么要怎么聪明吃呢？有几个方法：选择低钠泡面或非油炸面体，减少盐，分予油脂。不要把全部调味粉都加进去，只放一半就好，味道依然够。加料，放一颗蛋、几片青菜或一块豆腐，让营养更均衡。不要天天吃，最好只是台风天的临时选项，而不是每天的主食。我有一位70多岁的伯伯，原本台风天一日3餐全靠泡面，后来因为血压和血糖都升高，他学会只用半包调味粉，并加一颗蛋和一些青菜。他说，这样吃起来一样有味道，但身体比较舒服。这就是小小调整带来的大不同。所以泡面和速食包并不是完全不能吃，而是要聪明挑选，懂得搭配，适量使用，这样才能保留方便，又不至于伤害健康。接下来我要和您谈谈台风天常见的另一种备粮、保酒乳、饼前与前粮，怎么吃才安全又实用呢？台风天除了罐头和泡面，很多家庭还会准备保酒乳、饼前、麦片、前粮，因为这些食物不需要冷藏，开封就能吃，非常方便。对于长辈来说，这些确实能快速补充能量，也不用花太多力气料理。先说它的优点，保酒乳能提供蛋白质和钙质，对骨骼和肌肉有帮助。饼前和麦片则能提供淀粉，让身体快速补充能量。在台风期间，如果暂时无法烹煮，
这些食物的确是很好的应急选择。但是问题也在于糖分与脂肪。很多保酒乳其实是调味乳，里面加了糖，喝多了容易让血糖不稳定。有些饼前则含有大量奶油反式脂肪，长期吃会增加心脏病与中风险。至于甜麦片，看似健康，其实糖分常常比一杯手摇饮还高。那么该怎么聪明选择呢？挑选无糖或低糖保酒乳，或者改喝无糖豆浆，对血糖控制更友善。选全麦饼前或燕麦棒，纤维比较多，比较能维持饱足感。避免油酥类饼前，像奶油饼前加新饼前，因为隐藏的糖与油太多，控制分量，不要一口气吃掉，整包适量分次比较好。我有一位70岁的阿姨，以前台风天习惯准备一大堆奶油饼前，后来因为胆固醇偏高，被营养师提醒，她改成准备全麦饼前和无糖豆浆。她笑着说，其实也很好吃，而且吃完不会觉得口渴或心悸，这就是小改变带来的安心感。所以保酒乳与钱粮确实能在台风天发挥作用，但记得选择无糖、低脂、全谷类，并且控制分量，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方便又健康。接下来我要和您聊聊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。台风天虽然湿气重，但长辈却常常忘了补充水分，这对健康也很重要。很多长辈以为台风天湿气重，不太会流汗，就不需要特别补充水分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即使天气潮湿，身体仍然会透过呼吸排尿流失水分。如果水分不足，大脑和身体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。对大脑来说，水分不足会让血液变得浓稠，脑部的血流减少，这时候容易出现头晕、注意力下降，甚至记忆混乱。很多长辈觉得只是有点昏昏沉沉，其实很可能是轻微脱水的警讯。对肾脏来说，缺水会让排毒的能力下降，特别是台风天长辈常常吃罐头、泡面这些高盐食物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把盐分排出去，肾脏就要承受更大的负担，容易水肿，甚至让肾功能恶化。对免疫系统来说，水分不足会让黏膜前燥，呼吸道防护力下降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长辈在台风天容易感冒、咳嗽。保持足够的水分，就能帮助身体抵御外来的细菌和病毒。那么该喝多少水呢？一般建议长辈每天至少要有1200到1500毫升，大约6到8杯水。最好的方式是分多次小口喝，不要等口渴才一次喝很多。至于水的温度，建议以温水为主，避免冰水，以免刺激肠胃。我有一位伯伯，常常因为忘记喝水倒，致尿酸过高。后来家人帮他准备一个小水壶，提醒他每小时都要喝几口。几个月后，他的检查数值明显改善，人也觉得更有精神。这就是少量多次的力量。所以台风天不只要注意吃什么，更要记得规律补充温水，这是最简单却最容易忽略的保护方法。接下来我要跟您分享一些温热饮品，能帮助身体驱寒保暖，减少感冒的风险。台风天气温骤降，湿气重，很多长辈一不小心就会受凉感冒。除了保暖衣物之外，适合的温热饮品也能帮助身体驱寒，增强抵抗力。第一，姜茶。生姜有温中散寒的作用，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让手脚不再冰冷。台风天喝一杯热姜茶，不仅能暖胃，还能减少风寒感冒的机会。不过胃溃疡或胃酸过多的人要注意，姜茶不宜过量。第二，红枣茶。红枣含有维生素与天然多糖体，能补气血，
提升免疫力。很多长辈在天冷时喝一杯红枣茶，觉得精神比较好，也比较不容易感冒。要提醒的是，糖尿病患者最好选择不加糖的版本或控制分量。第三，柠檬蜂蜜水温热，柠檬富含维生素 C， 蜂蜜有舒缓喉咙的作用，用温水冲泡，不仅能帮助身体抵抗病毒，还能让呼吸道感觉舒适。记得不要用滚水冲泡，以免破坏营养成分。第四，温热的绿茶或乌龙茶，茶叶里的儿茶素是天然抗氧化物，能增强免疫功能，但长辈要注意不要空腹或晚上喝太多，以免影响睡眠。相反地，应该避免冰水、含糖饮料和过量咖啡。冰水会刺激肠胃，让身体更容易受寒；含糖饮料会让血糖忽高忽低，削弱免疫力，而咖啡喝太多反而会造成心悸、失眠。我有一位阿姨，每到台风天，晚上都会准备一壶姜茶放在保温瓶里，让全家人随时都能喝一杯热热的饮品。她说，这样不止暖身，大家的心也觉得安心。所以台风天最好的饮品原则就是温热、天然、少糖，这样才能真正帮助身体抵御湿冷，保护呼吸道。接下来我要和您分享一些简单的家常小技巧，让台风天准备饮食更方便、更健康。台风天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出不了门，食材有限，只能靠家里囤的罐头、泡面和钱粮。其实只要加上一些简单的小技巧，就能让这些食物吃得更健康，也更安心。第一，用热水冲洗罐头，像午餐肉、玉米、罐头，先用热水冲一下，可以去掉部分盐分与油脂，再拿来煮汤或炒菜，味道依然够，但对身体的负担少很多。第二，泡面加料更均衡，不要单吃前面或喝汤，把半包吊味粉加上去，再放一颗蛋、一把青菜或一块豆腐，就能让泡面变成比较完整的一餐。第三，利用保温瓶提前冲泡好姜茶、红枣茶或柠檬蜂蜜水，装进保温瓶，随时都能喝到温热的饮品，这样不但能保持身体温暖，也让心情更安定。第四，少量分装零食，如果准备饼钱或坚果，不要一口气吃完，可以先分成小袋，每次只拿一份，这样能避免吃过量，也能延长储存时间。这些技巧看似小事，却能大大降低罐头、泡面和钱粮对身体的影响，让台风天的餐桌多一份安全感。我有一位75岁的伯伯，以前台风天总是吃完整碗泡面，还喝光汤。后来女儿教他先减半吊味粉，再加青菜和豆腐。他说一样有味道，但吃完不会觉得口渴、头晕，这就是聪明吊枕的效果。不知道您在台风天最常用的小技巧是什么呢？是泡茶、冲洗罐头，还是分装零食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，让更多朋友学到新的方法。接下来我会提供几个实用的餐点范例，让您在台风天也能轻松组合出营养均衡的一餐。很多长辈会问我，林医师，知道了原则，可是台风天实际上该怎么搭配呢？其实不需要特别复杂，只要稍微用心组合，就能让餐桌上的应急食材变得更均衡。这里跟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范例。范例一，沙丁鱼罐头青菜汤。把沙丁鱼罐头的鱼肉捞出来，用热水冲一下，再和青菜、豆腐一起煮汤。这样不仅有蛋白质，也有纤维和维生素，味道鲜美又不会太咸。范例二，升级版泡面。泡面只加半包吊味粉，再打上一颗蛋，放几片小白菜或冷冻青花菜。这样一碗泡面就能兼顾淀粉、蛋白质和蔬菜，营养比单纯吃前面好得多。
范例3，全麦饼前配温热饮。选择全麦或燕麦饼前搭配一杯姜茶或柠檬蜂蜜水，这样既能补充能量，又能保暖身体，还能避免血糖波动太大。范例4，红枣豆浆饮。用无糖豆浆加上几颗红枣，小火加热后喝，不仅有植物蛋白，还能补气，血适合早晨或睡前来一杯。这些组合都很简单，材料也容易取得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们能在台风天提供均衡的营养，减少罐头和泡面带来的负担，让身体和心情都更安定。我有一位70多岁的阿妈，台风天最怕冰箱空空，什么都不能煮。后来她学会这些搭配方法，笑着说：“原来不用每天只靠泡面，简单加点料就能吃得更健康。”这就是把小技巧用在生活里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会为今天的内容做一个总结，并送给您一个台风天的小秘诀，让您在风雨之中也能守护健康。各位朋友，台风天带来的不只是风雨，还有饮食上的挑战。今天我们一起聊了如何聪明使用罐头、泡面、钱粮，如何补充水分，以及哪些温热饮品能帮助身体驱寒。这些看似小小的选择，其实都在默默守护住我们的健康。我要再次提醒大家，方便食品不是不能吃，而是要懂得挑，懂得搭配，懂得控制分量。只要在台风天多加一点青菜，一杯温茶，就能大大减少盐分与油脂对身体的负担，让心脏和肾脏更安心。今天要送给您的小秘诀很简单，台风天每天准备一杯温热的姜茶，这不仅能让身体暖和，还能减少感冒的机会，让您在风雨中也有一份踏实的守护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或家人有帮助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朋友，让大家一起平安健康度过台风天。本影片内容仅供参考，不能取代专业医师的诊断与治疗。如果您有任何不适或疑问，请务必向您的医师咨询。最后，真心祝福您和家人在风雨之中平安健康，也愿每一天都能过得安心顺心。谢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